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老人赛车、骑车真危险，出车祸的几率是占台南总数的32%。这是台南警方的统计，来统计到白河、东山甲后壁这3区的这个车祸，为去年到今发生981件，其中60岁以上的就占32%。上界主要是因为老大人反应较慢钝，注意力较歹，再加上身体若无爽快，一个膝盖差就出车祸了。骑电动车老大人雄雄过大路，后边的机车未互动，就安尼弄着啊！阿嬷骑脚踏车，离路中倒弯，去后边的车弄着，一蹬一连倒伫涂骹，这画面都互人看甲真惊吓。警方统计，敢若是白河、东山后边3个区域，去年到目前为止就发生981件，其中60岁以上的老大人就超过3成。容易违规的肇事太样例如骑乘自行车、电动代步车未紧靠路旁行驶，骑车未依规定转弯、闯红灯、未戴安全帽等。老大人反应较慢，加上注意力无集中，开车、骑车上路都有风险。屏东这车祸嘛是因为开车精神无好，银色的自用客车一路向倒边偏，先弄到一台箱仔车，然后跌过足侪交通锥，最后是冲去对向的车道路边才停落来。王姓驾驶，年约40岁，自称因身体不适。自不慎闯入北上调拨车道。好在加在这个车祸无人受伤，家己提醒一下，爱困、啉烧酒醉，拢莫开车，较安全。